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叶牧师。10月19日，看哪，我的耶稣，指出关键。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2章。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12章5节。我要提醒你们，该怕的是谁？你们要怕那位夺走性命后又有权把他投入地狱的上帝。是的，我告诉你们，应该惧怕的就是他。有一位伊丽莎白艾略特，他这样说：既然神已应许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那么我们现今没有拥有的，就是我们现在还不需要的。哇，好像伊丽莎白也一言道破了我们人生中常常在那个需要跟想要之间我们常常在那边觉得我可能不能没有什么我最怕的是失去什么。今天耶稣他是我的耶稣，如果你愿意顺服于他，他是你的主，也就是你愿意顺服他。顺服他的什么呢？顺服他的价值观，顺服他的生死观，顺服他所指出来的那个关键。我们会发现只要我们一发现那个关键被耶稣点破了，哇，还真的是看得一清二楚。不管这世上在我们现在的世上有多少昏昏扰扰的事情，从这个我们现在所有的新闻不管国内国外甚至于就是我们的家庭里面就好，那些纷争很奇妙，这位主他总是能够指出那个关键。若我们愿意顺服在神所指出的这个关键里，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真的只能感恩，我们的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切我们看看今天在经文当中哎呀，在那个时代耶稣那个时代哇，这些宗教的人士他们常常为一些事情在那边好像他们所讲的是很对的，但耶稣一次就指出说，要小心那些伪善的。我们会不会觉得伪善怎么好像是有人这样说我们，是吗？因为在暗中说的话，在这个光天化日之下是要被听见的。所以亲爱的大家，一切隐藏的事都会被揭露，秘密的事也会被泄露的。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真的不要活得像耶稣不在一样。耶稣他一直说，我一直都在，因为既然我是全在，跟你同在，我当然是全知，我当然也能够全能，让一切隐藏的事都会被揭发的所以我们可不要假先免假啦其实这是耶稣他指出来，以至于我们为什么会假先，我们为什么会很伪善，因为我们心中有一些害怕，所以他直接就讲你该怕的是谁耶稣直接的讲出来，你要该怕的是，今天我们 RBGA 经文有读到就是我们应该怕的是那个夺走性命又有权把他投入地狱的上帝。简单讲，我们就是要怕上帝啦，因为他全知道了所以我应当怕真的应当怕，因为他会在我们的生命逝去之后真知道我们将来是要去哪里的。而且这位上帝他真知道
所以我们不用怕忧虑我们所没有的。他持续说，哎呀，5只麻雀啊，要用2个铜钱买得到，可是上帝1只也不忘记啊。就是你们的头发他都数过，所以你们不要怕。你们比这些麻雀要贵重多吗？是的，这位主爱我们，所以想害我们的人真的要怕，真的要怕神。所以不要想要虚伪，或者是想要扭曲事实。不要以为神不知道。亲爱的大家要小心，我们若是已经犯了，要回转归向神，要悔改。持续的耶稣基督他宣告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上帝的天使面前也要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上帝的天使面前也不认他。所以亲爱的大家，真的要抓紧抓住那个关键，就是这位主，我们要敬畏他。可不要像无知的财主啊，真是不懂啊，真的不懂的人生应该要放那个宝贵的生命的时间在哪里。神造我们这个生命，就是使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可以活出属神的儿女的样式，而不是积聚这些财宝。太可惜的啦，因为真的什么时候耶稣怎么说啊？说你这个糊涂人啊，就是今夜你得交出你的生命，那么你为自己所积存的这一切财富，你是要归谁呀？所以耶稣结论说，那为自己积聚财富，在上帝眼中却不富足的人也一样是这样哦。所以我们就是信靠神。接着耶稣说，你不仅要怕我，敬我，敬就是尊敬，因为耶稣又告诉门徒说，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活上所需的食物或身上所穿的衣服来操心，因为生命比食物更重要，身体也比衣服贵重得多。再次说，看看那些乌鸦，他们不种不收，无仓无库，上帝尚且饲养他们，你们比鸟儿贵重多吗？你们当中有谁能够借着忧虑而多活几天呢？没有办法。所以直接耶稣指出那个关键，天上的财宝。他说你们这一群小小的这一群不要怕，因为你们的父亲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要赐给我们怎样的人？卖掉你们的财产，把钱周济穷人，要为自己预备不会破损的钱袋，把财宝存在天上，在那里财宝是使用不尽的，因为盗贼偷不到，也没有穷住。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这句话有够关键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心在哪里呀？其实耶稣指出了你们在意的，你们的财宝，你们害怕的。所以好不好？耶稣直接讲，你们随时准备好，点上灯，好像仆人等主人从宴会回来，主人回来敲门的时候，你们立刻为他开门。直接讲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预备好了没？我们要成为那可靠或不可靠的仆人呢？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是要被主重重的鞭打，还是主要说，看哪，这仆人是忠于之手，这仆人是多么有福啊！当然这位主也指出，在这地上的会纷扰啊，会争啊，会纷争啊，父亲跟儿子争，儿子跟父亲争啊，争来争去啦。那个纷争分裂的原因在于什么？如果你看到这些，你应该要洞察出一些征兆。
我们从天气可以知道天气会如何，在这地上的新闻也让我们知道，主的时候到的时候，算总账的时候到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他乐意把旨意告诉我们，我们愿不愿意听，愿不愿意看，他都指出来那个关键了。我们愿不愿意回转悔改，赶快校正自己？因为不多时日，真的不多时日。我们看现在地上新闻，主面对面跟我们面对面的时候算账，我们要怎么交账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默想，耶稣指出面对地上多变的世代，如何能够活出天国子民影响力的关键。我在做决定的时候，我应当如何活出那个影响力？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已经为我们指出那个方向。主啊，你是丰盛，你是愿意赐福给我们的，你给我们那是那个永无止境、无条件、不顾一切的爱。主，因着这样，我们知道我们的价值。主啊，我们要活出属于你的子民，属于你儿女的那个身份。因为我们在这个地上，就是我们的责任，要活出你，要活出福音的大能。谢谢你帮助我们，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真的能校正我们到底要怕什么。我们追求一些事情的时候，主，你帮助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该看重，什么是我们该放手的。让我们单单指望你，单单指向你所指的，往前冲。我们愿意与主同行，我们的人生有了方向。主，你也给我们力气跟勇气。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我们今天活出天国子民的那个关键影响力。我们明天见。